親子度假唔想走太遠，暑假期間呢條線我哋日日出發，保證成團。東莞將木頭3靜半山酒店5星享受，純玩2天，一家大細都有得玩，有得食，有得嘆。酒店室內外泳池任你遊，小朋友專屬嘅兒童水上樂園，放電一流。每團仲送一間 KTV 包廂同埋2張麻將台，大人細路各自精彩，度假氣氛即刻爆表。晚餐重頭戲，沙利文西式自助晚餐，海鮮、刺身、熱盤、甜品應有盡有，一家大細食到滿足又開心。晚黑返到寬敞舒適嘅客房，床鋪柔軟，環境寧靜，一覺瞓到天光。第2日仲有自助早餐，朝朝起身都有驚喜，每房送20蚊購物優惠券，可以去天和 City 商場盡情買嘢。退房後再去深圳美術館打卡，感受藝術氣息，為旅程加添文化色彩。純玩2天，冇購物5星享受，親子首選，名額有限，快啲報名，同家人一齊出發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